瞎子，死瞎子在那儿呢。啊，这，哎，这边，哎呀，真瞎呀！哎，那边，敢弄脏老子鞋！对不起。死残废，给老子滚远点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给啊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哟，老陈来了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份最便宜的盒饭。好嘞。哎，老陈，哎，来拿着。哎，错了，我没点这么多。哎呦，你拿着吧。可我没有这么多钱啊。这些啊，不多收你钱。你快回家吧，家还2个孩子等着呢。这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，得让他们多吃点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回家吧。谢谢。哎，一个盲人还带着2个小孩，真不容易。他老婆还在的时候，日子勉强过得下去。年纪轻轻这一走，哎，你说这偏偏还老陈失忆了，这结婚前的事都忘了，这也没个亲戚能照应一下。哎，人可怜，小孩更可怜。爸爸的吃的回来了。平平安安，你俩都饿坏了吧？啊，快拿去吃啊！爸爸，你吃。爸爸，你也吃。爸爸吃过了，你们赶快吃吧。啊！不行，爸爸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，爸爸不吃，我们也不吃。好，那爸爸吃呀。啊，好好吃啊！爸爸吃过了，你们赶快吃吧。啊！我答应过倩莲，要将平平安安抚养长大，我一定能做到。这是真好喝，甜甜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也喝，真的很好喝。这个呀是小米红枣粥，你不是胃老疼吗？多喝点，养胃。等爸爸以后找到工作挣钱了，咱们家天天喝小米红枣粥，好不好？好。快点，我赶紧回家吧，不适合在这里了，回家吧，有一个，不适合的，哎呀，这就浪费工钱。来了。爸，我跟哥都考上大学了。平平安安，你们俩太棒了！咱们村一下就出了2个大学生，我这老脸有光了。爸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安安，咱们家的条件只够勉强供一个人上大学。爸，让哥去上大学吧，我不去了。平平，爸，哥考得比我好，等哥出人头地了，咱们也享福，都是一样的。平平，都是爸没有。爸，我本来就打算出去工作了，现在加上我供哥上学，肯定没问题。爸，妹，我一定会好好上学，将来100倍报答你们，让咱们一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只要咱们全家同心协力，好日子在后面呢。爸，哥，红枣粥好了，我去盛。
这去了学校以后要好好学习，要照顾好自己，千万别饿着。如果钱不够，就跟我们说啊。爸，你一个人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妹妹，家里辛苦你了。哥，你安心读书，爸交给我，你就放1万个心。对了，这个是爸一直贴身带着的吊坠，虽然爸也不记得他们从哪儿来的，但是跟了爸这么多年，应该能够保平安。来，孩子。偏偏，哎，哥，车来了。快去吧。爸，妹，我走了。爸，妹妹，感谢你们，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，好好报答你们。去吧，孩子。哥，这个月生活费给你打过去了，你查一下。怎么才600呀？不够吗？肯定不够啊！我都要毕业了，那经常有聚会的。哥，最近工作不太好找，活不多。不过你别担心，钱的事儿我跟爸想办法，一定给够。行，那你搞快点啊！我先挂了。哎，哥，等等，还有事儿啊？哥，要放暑假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你这都1年多没回家了，我跟爸都很想你。再说吧，最近学习挺忙的。哎，你好好学习，注意休息，家里有我，一切放心。知道知道。哎，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平平啊，你都28岁了，还没有嫁人，都怪爸耽误你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我自己不想嫁人，我就想在爸身边陪着爸。傻闺女。爸，你这病，咱必须得去城里看看，也正好，咱去看看哥，咱都多久没见到他了？平平，你生日快到了，那咱们去找安，一起过个生日，团聚一下啊！啊，对了，煮一锅小米红枣粥给安安带去，她爱喝。好，我去准备。你们俩小岛给我站住！我本来找这里可是名流别墅区，不是你们俩下山能来的地方。小贩，去别处！小伙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是来找我儿子的。儿子？你这种人的儿子在这里啊？你们买得起这里的别墅吗？知道这别墅多少钱吗？买得起吗？你们？我们没有骗人，我哥真住在这儿。我哥叫陈安。陈安有点耳熟，你们等着。真不愧是江城第一财团卫视集团啊！这一出手就是200亿的大项目。哎，老公，这秀华村不就是你老家吗？哎，还真是啊！我记得你在乡下还有一套破房子，这样，你把你乡下的那套破房子送给卫视集团，然后啊，去游说那些乡下人，让他们把房子拆迁的价格压低，借此攀上卫视集团。我女儿就是聪明，只要能得到卫氏集团的青睐，我们谢家这家生也将步入豪门之列呀！免费送给卫氏集团啊？不然呢？反正你爹妈早就死了，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倒不如献个人情给卫氏集团。莫非你还想回去住啊？不，我死都不回那个村里啊！陈安呐，
当初你和佳佳结婚的时候啊，可是承诺过，一定要做出成绩，让我们谢家成为豪门。这些年过去了，成绩呢？现在让你做点事情，还犹犹豫豫。妈，这个事情你交给我，我保证给你办好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就知道我肯定不会看错人，琛啊，你就是缺少一个机会。那些个乡下，又穷又脏又臭，随便给点钱就打发了。我接个电话。陈先生，外面有2个人，说是您父亲和妹妹，您要不要来看看？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个快递出点问题，我处理一下。快去！千万别让他们进来。就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人。大哥，你们俩骗子！这里没有传闻，怎么可能啊？他就住这儿啊！我现在打电话给他。哎，等会儿，安安不是说没事别给他打，万一他工作忙呢？爸，现在没别的办法了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关机了。别他妈给我装了！老子再说最后一遍，老子就不客气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关机了，那要不我们在这儿等他？赶紧滚！真晦气！爸，但是不可以进去。喂，哥，爸突然发病昏迷，现在正要抢救。什么？我马上。老公，你在和谁说话？没事。今天的合作对我们很重要，你要好好表现。我还有点事儿，处理完马上过去。好，哥，我等你。首先开始去挂号处缴费，这是后续抢救费用，去缴一下。10万？你抓紧时间啊，费用不够会停止抢救的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。有我义父的消息了。郭总，暂时还没有。找个人这么难？郭总，要不我们……行了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悬赏追加到200亿。是。停车！这位女士，你这玉佩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爸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老先生现在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他。我爸重病，快不行。快带我去！义父，20多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义父，我是顾行泽啊，是您当年救的我。顾行泽，我爸他不记得之前的事儿了，村里人都说我爸和我妈结婚之前的事儿，他都不记得了。10亿！义父，义父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样办？医生，医生，快抢救！多少钱？从我卡里说。
义父何故沦落于此啊？这位就是救顾总于修罗战场，收您为义子的大恩人。如此大人物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属下这就去查。亲自去。爸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我想去找安安。爸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要不咱还是先休息？不是，安安联系不上，他不知道我情况，他该有多着急啊！把那个小米红枣粥带给他，他胃不好，得养养胃。好，去找哥。义父到绣花村的时间，和他失踪的时间对得上。是的，绣花村村民都知道您义父失忆了。他在绣花村与村民李倩莲结婚，并育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就是我们之前见过的陈平，儿子叫陈安，已经结婚了。目前他们家正在积极的和魏氏集团接触。失忆，双目失明，还要独自一人抚养一儿一女，一子不孝，来晚了。从此刻起，不管义父记不记得我，我都要让他一家享受荣华富贵。我治好义父的疾病，让他安享晚年。陈安是我义父的儿子，也是我顾金泽的兄弟。把绣花村的项目交给他做，再投资50个亿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此刻起，我待在义父身边，一步不移。妈，佳佳，魏氏集团把绣花村的项目全部给我了。真的？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？太好了，女婿啊是真有本事，我们家佳呀没看错人。老公，你真棒，你是我的骄傲。是魏氏集团，魏氏集团准备向我的公司注入资金50亿。我们同学在一起要为林家成豪门了。那肯定是我们的能力得到了魏氏集团的认可。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啊，全靠佳佳还有爸妈的支持。等绣花村的项目完成之后，我就给咱父母来一套1号上述的房子。1号上述，那可是我们嘉诚最豪华的别墅区啊！好女婿，知恩图报，懂感恩，不枉我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啊！咱爸不是喜欢那个限量款迈巴赫吗？等他出差回来，全款给他拿下。哎呀，那你爸呀，可不得高兴死啊！来，咱们来挑1号上述的户型啊！对，要挑啊，就挑个最好的。哥，哦，这个带游泳池的好。哥，哎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赶紧走啊！哥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，你怎么赶我们走啊？哎，我们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的病情稳定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哦，对了，还这个你最爱喝的小米红枣粥，一定要热了喝，对胃好。你们赶紧喝什么破粥啊！喝。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这你们先走，我回头再联系你们。收垃圾的是吧？垃圾给你们，赶紧滚呐！臭到我们。你认识这俩垃圾佬？不认识啊。那你在这干什么？我就看他们鬼鬼祟祟的，所以出来看一眼。行了，赶紧回来啊！别搭理这些垃圾。一看这俩臭女人就不理气。走。哎，爸，哥为什么说不认识我们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他有什么苦衷吧。要不咱们先回去，他应该会联系我们的啊。好吧。我的项链不见了，我的高纯度蓝宝石项链价值20万呢！是不是刚才落在垃圾袋里了？啊，对，再去看看，别被那个收垃圾的给偷了！快！哎，等等。把项链还给我！什么项链？我没有看见。你给我装！偷了东西不承认是吧？我女儿的宝石项链价值20万呢，够买你们2个穷鬼的命了！我们没有偷东西，不是我们，我项链掉垃圾袋里，现在找不到了，就是你们偷的！给我交出来！干什么？你们这2个捡垃圾的穷鬼就是天生的贼，见到值钱的东西怎么可能不偷？不交出来是吧？啊，老瞎子，一个穷穷姑，别想站着离开这里！
我们是穷，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。你们有钱，也不能平白无故冤枉人吧？敢做不敢认识，欺负你们怎么了？你们这种穷酸垃圾佬就只配受。爸，我们不是贼，我们没有偷东西。我们是来找儿子的。别胡说！你找儿子？你疯了吧？也不是啥朋友，找找你自己。你儿子住得起这种地方吗？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是你最亲的人啊，你就这样看着吗？闭嘴！哥，他管你叫哥。陈安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，陈安是我亲哥，他就是陈安的亲爹。陈安，你不是说你父母双亡，全家死绝了吗？这两个亲爹亲妹从哪冒出来的？陈安，你敢骗我？行，我给你们说实话吧，他们只是我的同乡，在农村啊，比较年长的都叫哥。至于这个瞎子，他就是个精神病啊！你们不信啊？不信你们去我们村里问，他连自己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这样的。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爸？闭嘴！还一口一个哥爸的，你们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原来呀，是乡下来的穷鬼，见我们陈安现在发达了，就像狗皮膏药似的扔下来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陈安亲人早就死光了，你们撒谎也不去事先了解一下。一个精神病带着骗子女儿，陈安，这种同乡啊，不认是对的。这种人就该离远点。我们不是在这儿吗？我们没死啊！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闭嘴！还死鸭子嘴硬是？行啊，今天不管怎样，我都要把我的项链找出来。妈，抓住他，我来搜他的身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老瞎子！哥，我们没有偷东西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就算再苦再难，我们连1厘米也不会偷。你都不记得了吗？哥，够了！喂，顾总，您义父和女儿去了名流别墅，那里是你义父儿子陈安的住处。我这兄弟还算有点孝心，知道把老父亲接到别墅享福，将来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就留给他做。我们一家人要去团聚了，就不带你去办事了。好的，顾总。你们赶紧把东西拿出来认个错，我们还能网开一面。听到没？连你的同乡都看不下去，等我搜出来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怎么会没有？哥，我们真的没有偷东西，你快帮帮我！你们放开我女儿！外面没有，你是藏在衣服里面，把它用扒了。我女儿还是个花花大闺女，你们不能这么做啊！还花花大闺女呢！嘿，敢偷我的东西，还不如外面卖！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哥，你救救我呀！哥，你真的不记得爸爸和妹妹了吗？还有你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米红枣粥，你记得吗？以前我们1个星期才能喝1次，你每次都把它喝得精光。妹妹为了供你上大学，自己放弃上大学，跟我出去打工，供你学费、生活费。你说以后出人头地，要报答我们的。哥，你以前很疼我，很孝敬爸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编，继续编，鬼才会信你们！还说不是你偷的，脖子上的吊坠哪儿来的？这是爸送给我的，哥，你快证明啊！老婆，他这个吊坠跟你的也不像，要不算了吧？你帮这2个乡下人说话，他们不会真是你亲人吧？不是。那你证明给我看，用这个打他。这儿。你只要动手，一个是可以替我们出气，还有个可以证明他不是你爸。你自己看着办。不要，哥，爸的病已经那么重了，哥，你不要打他，
道你真的是他儿子？我不是啊，我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。现在有魏氏集团给我们兜着，闹得再大又能怎样？好啊，你不舍得打这老瞎子是吧？那我跟你离婚，你给我滚出谢家，滚回你的破农村去！我不回去，再也不想过那种穷苦日子了。别逼我，你们别逼我！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你跟爸说，爸不会怪你的。你真的要打爸？这么多年养育之恩你不报也就算了，你还要打爸，你会遭天谴的！闭嘴！我让你们走，你们为什么不走啊？你们走了，不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吗？是他活该，是他活该！住手！义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伙子，你不要卷进来。顾哥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别怕，我能为你们做主。他们说我们偷了东西，可是我们没有啊！他们强行冤枉人，不分青红皂白对我们动手，找死！你跟这老残也是一伙人，我告诉你，哪来的狗东西敢打我妈？连你我也一起打！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打了，然后呢？你敢在老娘的地盘撒野，我跟你拼了！陈安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爹你妹被欺负成这样？没错，欺负他们怎么了？两个下贱的乡下人偷我东西，我不打死他们都算他们活该。不让你说话了吗？你敢打我们？知道我们谢家在江城是怎样的存在吗？就在刚刚，魏氏集团把200亿的单子给我们，还给我们投资了50亿现金。我们现在可是魏氏集团的合作伙伴，那可是魏氏集团江城第一财团，信不信让你跟这个老残废死无全尸？死无全尸，来试试。你彻底完了，得罪了魏氏集团，等死吧你！狗仗人势！陈安，你岳母和老婆都快让你打死了，你就站着看着呀！你到底是谁呀？陈安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凭什么回答你问题啊？没错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2个又臭又贱的乡下人，想攀我家亲戚，还冒充我老公的父亲和妹妹，简直无耻！我明白了，无论你亲爹亲妹什么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装傻是吧？这是对你的调查资料，自己好好看看吧。陈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安，你可白眼了，我们谢家可对你不薄啊！你给我滚出谢家，滚回你的破农村！安，我们回家吧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佳佳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合成几张照片很容易的。佳佳，你要相信我，爸妈对我的支持，我怎么敢忘啊？我现在呕心沥血的跟魏氏集团合作，就是为了报答你们啊！报答他们？那爸呢？爸你就不管不顾了吗？闭嘴！我跟你们就不熟，你们别再纠缠我了。无药可医，义父，我们走吧，不要跟这种薄情寡义的人浪费时间。站着！得罪了魏氏集团的人，就想这样一走了之，没门！我打电话叫保安了，你们啊，给我等着！小伙子，你先走吧，你不用为了我们。不碍事，义父，有我在呢。你们一口一个魏氏集团，殊不知魏氏集团董事长也只配对我俯首称臣。就你，换一个老残废叫义父，你又有什么能耐？你是还没睡醒吧？啊！你胆敢如此侮辱魏氏集团董事长，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。行，我让魏氏集团董事长亲自过来跟你们见。出事了，马上过来。演的倒是挺有模有样。谢女士，怎么了这是？他们闯进我家偷东西，还动手打人。什么？敢来明路别墅闹事，找死！给我上！
我看谁敢动！我看谁敢动！这不会真是魏氏集团的董事长吧？谁都没有资格见到董事长啊！看这架势，确实像啊！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哎呦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拿下！董事长，这边啊，有人侮辱你，品明啊，教训教训他！顾总，怎么处理？你看着办。即刻起与谢家所有合作全部取消，并且联合全行业对谢家彻底封杀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完了？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有今天，不能这样就完了。成，那老瞎子到底是不是你爸？你老瞎子真是你爸！你赶紧求情啊！没错，那人对老瞎子如此恭敬，只要老瞎子开口，他就一定会放过我们的。啊，是，他是我爸。董事长，等等，快去快去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愿意认爸爸？哥，爸，萍萍，我知道错了。佳佳，是你的项链，好像是我刚才顺手放进去的。你看，亲家，这是误会，哎，都是误会。爸，小姑子，项链找到了。我们本来就没有偷东西。没错，是我们搞错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家人，跟我们住一起吧。我们给爸养老。是啊是啊，这一家子啊，其乐融融，享受天伦之乐，多好啊！这是对吧？是啊，爸，您和萍萍也该一起跟着我们享享清福了。这今后我和佳佳一起孝敬您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您不是担心萍萍的婚事吗？这江城啊，有很多青年才俊，到时候任萍萍挑选。是啊，我们一起帮忙，一定给萍萍物色到良婿。好，亲家，今天的事哎，小伙子，今晚谢谢你的帮助啊！安安现在也已经知道错了，对他们的惩罚也就算了。义父，可是他们刚才那样对你们，爸，我好歹也是您儿子，佳佳是您儿媳妇，您总不能看我们流落街头吧？小伙子，我相信安安她是真心知错了，麻烦你啊。好吧，既然义父坚持，就先这样吧。对了，义父，你就在这边好好休息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哎，顾哥，你的伤没事，小问题，这次就先饶过你，如果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相信他不会了。走吧。对他们的惩罚先撤销吧，再观察一下。好。爸，萍萍，快来吃早餐吧。爸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哎，您尝尝。爸，那个魏氏集团的董事长是您什么人啊？不认识他。什么？不认识。爸，那个救您义父的人是谁啊？我真的不认识他，他突然叫我义父，我也蛮奇怪。我们确实不认识他们，突然就出现了。是魏氏集团的董事长赵总。我接个电话。你们先吃，我失陪一下啊。喂，赵总，你好，你好。真的吗？那谢谢赵总啊。怎么了？赵总跟我们说，让我们去参加魏氏集团的签约仪式。他明天仪式之后，就正式把项目和投资转交给我们。太好了！对，我董事长的事。对，赵总，请问董事长明天会来吗？董事长？我们董事长根本就不在江城，他最近在京城陪着一位大人物。
哦，谢谢赵总，哦，那就不打扰您了。果然是骗子！我就说，那个狗坯子那么年轻，堂堂魏氏集团董事长，怎么可能听他使唤？还封杀我们呢？嘿，看看，这就是你的好爹好妹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全家都是骗子！让人杀了他们！等等，把我们骗这么惨，不能见放为人。我有个办法，让他们求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陈，我记得你乡下还有一套破房子，是不是在你爸你妹那手？是啊，但是房产证上也有他们的名字。你给我想办法，让他们把房子转给你，让他们真正的沦落街头。这不好吧？我告诉你，陈安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不跟那两死骗子斩断干净，也给我滚！陈安，你要是把那房子搞到手，以前的事儿我俩可以既往不咎。现在呀，我们可是得到魏氏集团的青睐，你还有大好的前途，可不要被那两个穷鬼乡下人啊拖累了。我俩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你要是不愿意干，你也给我跟着他们滚回农村！我干，我干！哎，哥，你也快来吃啊！先把这个签了吧。房产转让协议。是啊，我现在不是绣花村项目负责人嘛，你们把这个房子转移到我名下，我可以更好的工作，签个字就行。但是我们老家就一套房子，这签了以后我们住哪儿啊？爸，这大别墅住着不舒服吗？再说了，那老家房子恐怕已经成危房了吧？这房子转移到我名下，你们想回去住，随时都可以回去啊。可是这，哥，爸，我好不容易才搭上魏氏集团啊，等这个项目做完之后，咱们可以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啊！爸，你不会连这点小事都不支持我吧？不，安安的事业我必须支持啊！那咱们赶紧签个字吧。哎，嫂子，我看看，不行吗？妈，这东西你可要好好收着。放心，在我手里，谁也别想拿走。老婆，既然房子已经到手了，不如让他们先走。走？敢让人冒充魏氏集团董事长，让我丢这么大的脸，在我没出完气之前，谁也别想走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别吃了，跟猪一样，吃这么多，去把碗洗了。好。洗个碗还有2个人啊！你去把房屋打扫干净。嫂子，爸眼睛看不见，也不熟悉这儿，就让我和爸一起吧。没事的，你去。可是咱们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不能白扯着住，做点事儿。去。好吧。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几个碗都倒不住吗？这套餐具可是国际名牌，你背得起吗你？对不起，我现在收拾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少给我装蒜，赶紧给我收拾干净。然后啊，把这个家每个角落都打扫干净。收拾吧，平平，爸没事的，啊。老家子，前面少啊，不要看着那个地方不动，好不好？还有这儿呢，还有那，往前点儿。哥，嫂子一家是不是不太喜欢我们啊？没有啊。那怎么？哎，你们既然住在这儿，这个房子都是家家全款买的，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。哎，学会适应。没事。在那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赶快做饭，我快饿死了。好的，佳佳，我马上就去。走吧。
佳佳、亲家母，你们尝一下，这个是我的拿手菜。行，让我来尝。对，怎么这么难吃啊？你是日本，天妈不要钱呐，分那么多，怎么可能啊？这自己来尝尝。我刚才尝过呀。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你自己都吃不下，还给我们吃！啊！住手！你个臭乡下人，敢弄脏我的衣服！你们就是在故意刁难我们，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胆大包天，敢骗我们，我们这都算轻的。我们骗你们什么了？还装是吧？你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？告诉魏氏集团的董事长根本不在江城。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让你们住进去，就是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你。你们确实骗人在先，你们又在污蔑我们！平平，走，在这里说起了。哎，等等，想走可以，但是别厚着脸皮进我们的房子哦。什么你们的房子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亲自签的字，忘了？房子是给我哥的。陈安的，不就是我们的？陈安，你表个态吧。你们什么？愿意开口？那你就和他们离开这个农村。我说，你们还是先陪我回去住了。你不让我们回去住，你让我们去哪儿住？啊，你们随便找个地方住吧。那是你妈留下来的房子，是我和平平唯一的住处。让我们回去住，你让我们去哪儿？不懂人话，我房子已经不是你们的。爸，你和平平都是成年人了，找个地方住没那么难吧？我们有地方住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其他地方住啊？不行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房子。哎，给我好大人，滚人家，老瞎子！可你们就不走，你们别再纠缠我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顾兴哲。好，那我赦你们一次，你是否愿意追随我加入战神殿，为国效力？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吃啊！赶紧喝什么破粥啊！我们有地方住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其他地方住？不要！爸，快起来！老残废，好好管管这八婆，跟个疯婆子似的。有爹生没娘教的东西，今天我就来好好管教管教。爸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没事。从今天起，没人能再欺负我们。老残废，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没完！你敢打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再敢动我女儿一下，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爸，陈，你老婆让人打了，你就站着看着呀！爸，你怎么能打佳佳呢？你太过分了啊！过分？他们打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说过一句话吗？现在你城里的老婆被打了，你知道急了？你好，陈安，我今天算是知道了，你就是个不孝子，白眼狼！你不多，我这么说有问题吗？一家子的穷光蛋还在这教育人！我们家是穷，但起码的良心得要吧。我是个瞎子，没有本事，我只能没日没夜的打工，供你吃喝上学。我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把最好的都给你了。为了让你在学校里面能够吃饱穿暖，为了让你能够有面子，我们累死累活，一天都不敢休息，口口声声说报答我们，结果呢？
哥，你上大学这几年，我们都很想你，可是你就是不肯回来看我们，就连爸生病，你都不肯回来看一眼。我知道，是怕你这个城里的老婆知道你是农村出生，看不上你是吧？那你也不能说我们都死了呀！我们的命有那么贱吗？现在你还要抢走我们唯一的房子，帮着外人一起欺压我们，对你亲爹亲妹妹动手，我说你是白眼狼，我过分吗？胡说八道！他可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，知道我为了上这个大学付出了多少吗？我光宗耀祖，让你在村里面长面啊！除了摇摆，难道这样的回报还不够吗？行了，说白了，你就是个废物。你一个当爹的，让儿子在城里立足的时候，还想让人对你感恩戴德，做梦！哎呀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让他们呢赶紧滚！程安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要赶我们走，连老家的房子也不给我们留？滚！立刻给我滚！好，程安，你听他们的是吧？你们还是走吧。行，那你把你脖子上的东西还给我，我马上走。什么东西？乡下人破碗，给他！哎呀，就是不稀罕，还给他们。拿着你的破玩意滚！老伙计，这么多年让你吃了平平，我们走。爸，我们的房子，你放心，他们会后悔。我们后悔，真拿自己当根葱啊！我们可是魏氏集团的座上宾，你之前打我的那一巴掌，我一定百倍给你还回去。尽管来就是。爸，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魏氏集团可是专门为我们准备了签约仪式，可见魏氏集团对我们有多么重视。就是，就凭你们，也想让我们后悔？后悔的是你们。好啊，那马上我们见分晓。切！哎，慢走不送，两条家都没有的丧家犬，还叫嚣着让我们后悔，我很期待哦。那套房子你们拿不走。老残废，你是老糊涂了吧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上面可有你的亲笔签名，不忘了你是个瞎子，又看不见。爸，这个事已经都这样了，反正房子已经是我们的了，让谁住我们说了算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呢？老不死的，还给我！爸，你真是疯了！你死了又能怎样？反正现在魏氏集团已经和我们合作，别说你们的房子保不住，你们的小命都在我们手里捏着。没错，你们呐，早点去跑路逃命去吧。爸，平平，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爸，魏氏集团我们真的惹不起，还有爸你的病怎么会那么重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平平啊，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这样，给他打电话，让我来说。顾兴泽，他还会帮我们吗？爸不是不记得以前的事儿吗？可能以前爸也帮过他吧，打吧。哦，打了吗？啊。兴泽，义父，您恢复记忆了，过来接我吧。好，好，等我，我马上到。义父，你终于……哎，义父，平平，你们先上车，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别的我们后面聊。走吧，平平。哎，请。
爸，这儿比哥家还要气派。平平啊，这么多年都是你一个人照顾我，辛苦了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平平，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我的女儿应该像公主一样耀眼。明天我会让你获得你应有的一切。爸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是公主？哎，那在爸心里，你就是最美丽的公主。有爸这句话就知足了。星泽，先安排平平去休息吧。好的，义父，平平的房间已经准备好。宝妈，带小姐去休息。小姐这边请。平平，在这里你可以安心的睡觉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担心，绝对安全。爸，去吧。义父，您都记起来了？都想起来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记起来了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哎，您不是和陈安一家住在一起吗？怎么又……白眼狼！我马上就取消明天的宴会，他们付出代价。不必，明天将是我给这个不孝子最后的机会。如果他仍然执迷不悟，我将让他明白他失去了什么。对了，明天平平的生日事宜也安排在宴会上。去。是江城三大家族的话事人。哎呀，不愧是魏氏集团的宴会，随便几个啊，都是1等1的大人物啊！恭喜啊，恭喜！恭喜啊，恭喜！来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是江城的新贵，以后还得托你们多多关照啊！恭喜啊，恭喜！以后你们和魏总接触的多，记得帮扶我们几个呀！一定一定。这以后啊，还希望各位董事多多关照。如果说有好处，肯定不会忘记各位。你们随意，你们随意啊！天哪，这3个大人物啊，都来讨好我们谢家呀，真的是要一飞冲天了！这证明魏氏集团对我们相当看重啊！这今后啊，我们就是魏氏之下第1人。让你把你那乡下穷爹穷妹弄走，没害你吧？他们怎么也在这儿？啊！你们这堆老瞎子、小骗子，真是阴魂不散呐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们这种又穷又脏又臭的乡下人，也配来这里？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爸，这儿的确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平平，是我们今天，我们啊是应邀前来的。爸，平平，你们怎么会来这儿？而且还穿成这副样子？不是我们堂堂正正、正大光明，我们穿成这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也好意思说堂堂正正？你们呐，就是不死心，偷偷跟着我们来这里的。不死心又能怎样？在这样的场合，你们今天若敢在这里闹，我让你们有命进来，没命出去！老婆，这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，别闹得这么难看。既然他们来了，就让他们进来吧。哎，就让他们坐那个角落。不行，陈安，你现在已经今非昔比，在这样的场合要讲究体面和排场。就是，这和他们那个破农村啊可不一样。嘿，就是嘿，要是让他进来，只会拉低今天宴会的档次，我们谢家也将沦为笑柄。爸，你们要不还是走吧，这里不像你们村里的吃席，想来就来。我们农村，陈安，你连自己的根儿都不认了是吧？来，不要和这种没格局、没见识的乡下人废话，直接叫保安来，把他们
搬出去。我们到这里不是因为你们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。我们是应邀而来，我们是这里的贵宾。我们是这里的贵宾。怎么和魏氏集团董事长的签名一模一样？难道他们真的是被邀约过来的？这不可能啊！这请帖是假，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看不出来？假的？不然呢？魏氏集团董事长那样顶天的存在，怎么可能亲自给这两个低贱的乡下人发请帖？再说，他们都敢找人来顶替魏氏集团董事长，原来是这样，你们胆子可真大，真不怕死吧？爸，这场宴会啊，就是为我们准备的。如果说你们有请帖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们这私下伪造请帖，如果被魏氏集团知道，连我都要受到牵连。我们没有。首先啊，这张请帖是真的，这魏天渊亲自送到我手中的。其次，你们不是这里的主角，今天这里的主角是我的女儿萍萍，她将成为这个宴会上最耀眼的存在。还魏总亲自送请帖，这白日梦呢！笑死个人！就他这土鳖样，还最耀眼的存在，我看是最小丑的存在吧。魏氏集团董事长魏天渊先生亲自为贵宾准备的礼物送到。这不是传说中的月光绝恋吗？价值10个亿啊！这难道就是惊世骇俗的月光晶石打造，价值数十亿的月光绝恋？10个亿只是它的标价而已。这月光绝恋在全世界仅此一枚，其真正的价值远远超过10个亿啊！哦，像月光绝恋这种旷世珍宝，魏总说送人就送人。哎呀，我们3个人加起来也比不上魏总的手笔啊！这是，天呀！太美了！是啊，谁要是能拥有它，那肯定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。哎呀，恭喜你们啊！这魏总对你们的看重，那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女儿，这月光绝恋是送给你的，那肯定。这场宴会最大的贵宾，除了我还有谁？太好了，你这么一个宝贝，我们一辈子啊都不用愁了。这没想到魏总对我们如此赏识，那这下我们真的发达了。唉。有些人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。哈哈，老瞎子，这个项链不是送给我的，难不成是送给你女儿的？哎，没错，就是送给我女儿的。哈，董事长会将价值超过10亿的项链送给这个丑小鸭村姑啊！好好看看，谁才是今天最耀眼的存在。女士，今天您过生日吗？不是啊，抱歉，这不是为您准备的。不是为我准备的，怎么可能？这场宴会最大的贵宾除了我还有谁？我不清楚，董事长亲自吩咐，这是为过生日的贵宾准备的。今天您不过生日，所以不是为您准备的。是不是搞错了？就是，除了我女儿没别人了，直接给我们啊就行了。抱歉，我也是按照吩咐办事。小姑娘，过来。今天呢是我女儿的生日，这礼物是为她准备的，给我吧。好的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！你也配碰这样的稀世珍宝？你们还真是不要脸！全江城都知道我们是魏氏集团的贵宾，你们两个臭乡下人也敢说这是为你们准备的？爸，你们哪有这种资格？赶紧把这还给佳佳。爸，这不可能是为我准备的。爸说是送你的，那就是送你的。不用管他们怎么说，喜欢吗？真美，可是是不是搞错了？哎，别想，试试看。来，你这低贱的乡下人，别碰我的月光绝恋！完了！这下完了！这不单单是一件贵重的礼物，这是魏总给予的谢礼物啊！这一旦损坏，魏总定然会勃然大怒。签约仪式马上开始，结果出这么一档子事情，魏氏集团不会再和他们合作。得罪了魏总，说不定会直接将他们封杀。怎么可能呢？这陈安，
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的好爹费尽心思伪造请帖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现在，故意抢夺礼物，然后毁掉，让我们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身败名裂。我们谢家好不容易有请帖，都被他们给毁了。颠倒黑白，如果你们不抢，他会碎吗？哥，别叫我哥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毁掉我的生活，砸掉我的前途。哦，明白了，你们就是看不得我成功，就是看不得我过得好，所以你们才拼命想把我拉回你们的身边，跟你们一起回到那个村里面，一起过那种穷苦的日子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闭嘴！事实摆在面前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诸位，他是我的亲爹，还有我的亲妹妹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你们也都看见了吧？他们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。我在城里打拼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娶妻立足，他们没有帮上一点忙也就算了。一个老人家在村里面生活，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女孩。我想着他们在村里生活不方便，所以接他们回到城里跟我们一起享福。那住的也是别墅，我老婆还有丈母娘天天做完饭端到他们面前伺候他们，结果呢，他们害得我们一无所有。好一个颠倒黑白的逆子！没错，在家里我们都好吃好喝供着，他们就是不满意，还动手打我。你们才是真正的白眼狼！白眼狼！你们血口喷人！等下魏总来了，我们所有人给你作证。给你作证！谢谢。承恩。算是彻底被救。谢意仪式马上开始，谁在这吵？少总，您终于来了。您看他们和董事长送我的珍宝打碎了。是啊，赵总，我们真是拼命的阻止，但是挡不住啊。什么？好大的狗胆！赵总，他们这两个乡巴佬嫉妒我们能获得魏总的青睐，就故意在这闹事。您要是不信啊，可以问问秦总他们。两个不知道死活的东西，竟敢得罪董事长的贵宾，还想砸董事长送来的珠宝，生命不死的人！你可把他们手脚打断，我看谁敢动！义父，萍萍。赵总，他就是那个顾星河。哦，赵总，就是他，假冒大人物，还找人假冒董事长。就是你说能使唤我们魏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没错，是我。反正和董事长有一点关系的人我都认识，你我都没有见过。因为你不够格。你闭嘴！你知道赵总是谁吗？赵总可是魏氏集团的总裁。赵总可是董事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敢说赵总不够格？你说什么东西？等下你们就知道我算什么东西了。赵总，他连自己的孩子都养活不起，怎么可能还养一个义子呢？你敢打我？就是你！刚才我都听见了，睁眼说瞎话，污蔑自己的父亲妹妹，打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赵总，他敢打今天的贵客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顾哥，你已经帮我们太多了，要不你还是走吧，我不想再连累你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些三流货色还入不了我的眼。这没事。可是，哼，想要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！魏氏集团董事长到。老爷子，顾总，我来了。好你个冒牌货，还敢来这儿，先死的不够快是吧？正好，这些胆大包天的乡巴佬，你给我端了！魏氏集团的董事长马上就到，看你们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！一群鼠目寸光的蠢货。赵伟德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他是魏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怎么可能呢？这董事长怎么可能对我爸这么恭敬啊？赵伟德，你叫这么些人来，是想轰谁出去啊？董事长，这，他们三位可是我请的贵宾啊！董事长，你请的贵宾不是我们三个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我请？
董事长，我有眼无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给我次机会，你原谅我吧，董事长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这不认识你就敢目中无人，就敢仗势欺人，就敢不分青红皂白断人手脚。我叮嘱过你吧，有3位贵宾，你就是这么接待的？你被开除了，收回全部从魏氏集团所获财产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再给我次机会。带走。董事长，你不要啊，董事长。这真的是董事长。老爷子，我如此处理，你还满意吗？先生，他真的是董事长，你可帮帮我呀！你干嘛？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哎呦，老爷子好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老爷子，冒犯您不是我们的本意啊，都是他们误导我们的。是老爷子，你看您遭诬陷，我们不知情啊，还望魏总和老爷子宽宏大量，高抬贵手啊！老爷子，我们愿意为刚才的过错全力补救，只求您饶我们一命啊！老爷子，对这3人的处置，您来定夺。无妨，他们3个是受形势所迫，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，这次就算了啊。但下不为例哦。下不为例。老爷子虚怀若谷，我们惭愧呀！老爷子高抬贵手啊！是谁把我送给陈小姐的礼物搞碎了？这是送给她的。是他，我亲眼所见，就是这个蛮横女人想抢魏总送给陈小姐的礼物，还顶撞陈小姐，所以才导致这个礼物掉地上就摔坏了。就是他。对，你们不是要替我们作证的吗？就是我让你们说话了吗？陈小姐，今日之事非常抱歉，请再给我2天时间，我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件价值远超过于月光节链的礼物。我魏氏集团董事长魏天渊宣布，撤销对谢家、陈安、周娟3人任何相关的投资和项目，同时将他们进行全行业彻底封杀，永世不得再入商界。那个老瞎子，陈先生真的是大人物，他不是你爸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也不知道啊？完了，我们全完了。不会完，我们不会完。你爸是大人物，那我们岂不是也能跟着飞黄腾达了？对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亲爸呀。求魏总放过我们，还不是你爸一句话的事。我们去求他，他一定能放过我们。求我爸，求我爸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这次回到您身边，好好孝敬您。你现在知道错了？我知道错了，大错特错。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污蔑了半和平平，是我们反咬一口，是我们欺负了半和平平，我们错了。是啊，亲家，我们该打，求你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啊！爸，我和陈安真知错了，求求你不要让魏总封杀我们呀！亲家，这不管怎么说，陈安也是你的儿子啊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求你不要把我们往绝路上推呀！闭嘴！我现在听到这些话，只觉得恶心。你们觉得我还会吃这一套吗？已经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了，但现在你们没有机会了。平平，快确点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之前不是说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吗？我这次愿意回到你们身边，再也不离开了。确点吧，不要封杀我们吧。你已经把我和爸的心彻彻底底伤透了。平平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，你是知道怕了。如果没有顾哥和魏总，我和爸说不定已经断手断脚躺在地上了。在我心中，你早就不是之前那个兄长。你不要再和我说这些。我支持爸的决定。明明，我做的对，不必可怜他。完了，这被魏氏集团封杀，我们1分钱都赚不到。爸蛋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陈安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爸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
今天你们在这就好好给我看，谁才是今天的主角。这是我爸还有我妹，怎么可能？萍萍，他们说的都是实话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抹去你的美丽。今日你就是最美的女孩。陈老爷子，您女儿比9天星辰还要闪耀美丽，当真是倾国倾城之风采。谢谢，你们的安排我很满意。应该的，请。今天是我们陈小姐的生日，我在这里代表魏氏集团，在诸位的见证下，为陈小姐送上第1份生日礼物。我决定将魏氏集团绣花村庄园项目交由陈小姐负责。不，那是我的！闭嘴，闭嘴！同时聘任陈小姐为魏氏集团新任总裁。这是新任总裁就任书，陈小姐签个字，你便是魏氏集团的总裁了。这应该是我的，我的，爸，这原本是我的，我的。是啊，这可是陈安好不容易争取来的。是他的，那就让他好好在这儿看看，这一切到底是谁的。萍萍，签字。这怎么可以？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当总裁？萍萍，放心吧，魏总会全力辅佐你，你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。是的，陈小姐，你无需有任何负担。而且你是义父的女儿，魏氏集团只是一个跳板，以后的你定然能攀越至难以想象的高度。谢谢大家。爸，他这么低的学历，可什么都不会啊，居然掌握着魏氏集团，我可是你的亲儿子。对啊，老爷子，您不能偏心啊，陈安可是你唯一的亲儿子。你也配？闭嘴！至于第2份生日礼物，副总，您请。许晨一，进来吧。小医须臾，徐神医拜见天王。义父，萍萍，这位徐神医乃是我大夏医术第1人，也在我们战神殿做事。送给萍萍的第2份生日礼物是医好我义父的双眼。真的能让我爸重见光明？老先生的眼疾我可以治好。他有点东西啊，是啊，太好了，我做梦都想我爸能看见，能睁开眼睛看看我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不是，星泽，这件事儿怎么之前没有跟我说过？也是想在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吧。好你小子！哼，我爸都已经眼瞎一辈子了，怎么可能医好？他该不会是装瞎的吧？
老爷子，你的眼睛应该能看到了，该下黑纱吧。爸，爸，你真的能看见了吗？平平，我的女儿，是你吗？是我，终于能看见了。平平，整整20多年了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我身边，陪伴我，照顾我，一刻未离。快点！咱们全家同心协力，这好日子在后面呢啊！这么多年了，我的女儿今年吧第一次见到你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平平，我曾无数次的想过你的模样，但是你比我想象中要美1万倍。平平，能在你最闪耀的时刻亲眼所见，我此生足矣。啊，星哥，你有心了。义父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徐神医，非常感谢。能医好天王的亲人，也是在下的荣幸。好，你的医术啊，确实了得，不愧神医之名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战神殿的医务总管了，掌管战神殿内外所有和医药相关的事宜和产业。在下3生有幸能得到陈老爷子提携，必将鞠躬尽瘁，不负厚望。爸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徐神医对他如此恭敬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爸以前就是一个穷瞎子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呢？这2人亲家，也不废话挣扎的是我们呐！起来吧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爸啊，你既然都看见了，你看看我可是你亲儿子。别叫我爸，你现在什么模样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求饶，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这今天的一切荣耀还有光芒，本身就属于我的。绣花村的项目原本就是我的，都已经定好是我了，你凭什么一句话就把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部剥夺？凭什么？我问你凭什么？陈安，原本不仅绣花村的项目是你的，连魏氏集团总裁的位置也是你的。什么？那你猜猜，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泼天富贵？努力，就你那点能力，配谈努力？那是因为你是我义父的儿子。原本我还以为你是个孝敬父亲的好儿子，可结果呢？当我赶到时，你竟然要打你亲爹！那还不是因为他都非要跑过来逼我？你说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还让我吃这么多年的苦？那是因为义父当年身受重伤，双目失明失忆。陈安，别搞得像你受了多大委屈一样。这个世上不只有你想过好日子，但没有见过谁像你一样六亲不认的。他们污蔑我们欺辱平平时，你说过一句话。他们故意刁难，不把我们当人时，你维护过我们吗？他们是非不分，挑拨离间时，你说过一个不字吗？你没有，你不仅没有，你还帮着他们欺压我。你问我凭什么？就凭你不忠不孝，是非不分，忘恩负义。说这么多，还不是偏心？就是，你把什么都给了你女儿，对你的亲儿子不管不顾，你枉为人父。我爸没有偏心过。闭嘴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是啊，他不就是能说会道？他不就是能讨您欢心？他不就是能比我多可怜吗？所以您就把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部剥夺了，给了他。难道我就不是你亲儿子吗？陈安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
要说偏心，我对你才更偏心呢。还有偏，为了你上大学，他主动放弃学业；为了你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他一天打3份工。一个女孩子省吃俭，一件衣服都不舍得，全部都给你，你难道就不会觉得亏欠，不觉得良心有愧吗？够了，翻来覆去还是这套说辞。不管怎样，陈安都把你接到别墅住，都没嫌弃过你。嫌弃？你们也配？你们无非就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瞧不起乡下来的义父和妹妹。今日就让你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，而失去了一个怎样的父亲。我的义父平平的父亲，乃是守护大夏边境20载，收复无数疆土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当今举世无双的镇国战神。好，我站下。好，我站下，我站下，我不怕权威啊！我是定国安邦的战神殿之主，大夏无上存在的战神大人。正是。据传说，战神大人消失了数10年。顾总刚才说他重伤失忆，这回对手啊，真的是战神大人！为国为民、碧血丹青的战神大人，我等在此见到一面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多亏有战神大人这样的镇国英雄在，我们才能过上这么好的安稳日子。草民拜见镇国战神！草民拜见镇国战神！战神！在这个大夏，全是第一的战神。诸位都起来吧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职责所在，诸位不必拘谨。谢镇国战神！爸，你竟然是镇国战神！偏偏爸之前失忆了，委屈你了。爸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，我只觉得无比骄傲。我爸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现在我要送给我女儿第3件生日礼物。来，偏偏，这不是这不是陈安的项链吗？是的，这是战神令，当合二为一，将成为战神殿的主，拥有无上权势。那不是之前陈安的那块吊坠吗？那个破烂玩意儿，怎么会是战神令？我的啊！你说的没错，之前啊，这战神令确实是，但现在它不是。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，可惜没有珍惜。战神令现在只属于偏偏。战神令已经数10年没有出现过反应了，莫非是？天王，此事交由属下去办即可，天王何必亲自跑一趟？老战神说过，职责之内凡事亲力亲为，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。是。这是老战神现世了！老战神现世了！老战神现世了！战神现世了！老战神现世了！老战神在江城，快飞机！一切事务暂停，即刻赶往江城，去交由恭迎老战神。战神现世，怎么可能？当年可是我亲手把他推向翻掌深渊。传令下去，东京部所有人即刻前往江城，务必寻得战神的具体位置。战神，那可是镇国战神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偏偏持完整战神令便是无上荣耀，你值得这一切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战神殿的新战神，可以随意调用。战神任务自由。这么大荣耀，我怎么配？偏偏全世界没人比你更配了。拜见镇国战神！拜见
战神殿新战神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掌管战神殿？别担心了，不是还有我和星泽在吗？是啊，平平，你只需要好好享受战神身份带来的一切，其他交给我和义父就行。谢谢爸，谢谢顾哥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平平啊，今天经历了这么多，你也累了，咱们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我们从今往后，再没有任何瓜葛。狗啊！都怪你！看看你这个废物，把我们家害成什么样了！怪我之前说了多少次算了，都是你们非要逼着我，所以才害得我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步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让我女儿跟你离婚！离婚？你们还以为你们是那高高在上的谢家？离就离！谁知道乡下来的那个老瞎子是这样的大人物？你那个狠心的爹剥夺了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，离不离婚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应该一起想想办法。他可是堂堂的镇国战神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喂，周阳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？你立下战功，成为东晋天王麾下的第一战将了？陈天可是战神，统领整个战神殿，手下全是天王，一个战将能顶什么用啊？什么？战神？小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详细说。好，知道了。等一下。北天王，我找到老战神的踪迹了。什么？千万不要声大，其他天王也在江城，你先过去，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。战神？什么战神？我们战神殿只有10大天王，根本没有战神。什么？根本没有战神？你们又被骗了啊！这个老东西，他就是故意羞辱我们。阿志，你快回来，为我们报仇啊！敢欺负我的家人，我要他们不得好死！同志，现在马上回来。义父，您失踪以后，为防止大下大乱，战神殿启用应急备案，将各大天王分封在各地。无妨，这战神令启动啊，他们自然会来找我。工作上的事先不急啊。星子，你觉得平平怎么样？平平温柔善良，有情有义，识大体，懂感恩，还很美丽动人，是个很好的姑娘。平平，你觉得星子如何？爸，你这是？你先回答我嘛。顾哥很帅气，主要是顾哥身上有种正义感，我很……你很喜欢？爸，平平，星子，你们俩呀都还未婚配，年龄啊也特别的合适。虽然星泽是我的义子，但是呢，你们俩从未相处过，爸觉得你们特别的合适，是天作之合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把顾哥当哥哥。义父，这婚配可是大事，不能急吧？那是自然，我这只是牵线搭桥，这我能不能享受天伦之乐，还是看你自己。我先去休息了。看来你很中意平平。那个义父啊，我打算明天去趟魏氏集团，把业务归纳一下，这样也方便平平上手。好。
你不要再打电话了，我们……救命啊！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平平，昨天我们受了太大的打击，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，佳佳她已经快不行了。这和我们没关系。因为我们被封杀了，现在所有的医院都不愿意抢救佳佳，佳佳肚子里的孩子估计也保不住了。什么？嫂子怀孕了？是啊，你嫂子已经有2个月身孕了。哎，平平，你就救救你嫂子，还有未来小侄子吧。你现在已经是名震江城了，只要你愿意出马，那些医院肯定愿意救你嫂子。哥求你了，哥给你跪下。好吧，我等会儿给你发个地址，你赶紧过来。你千万别让咱爸知道这个事儿啊！你也知道咱爸那个脾气，如果让他知道，你嫂子那真是彻底没救了。平平，你来了。哥，嫂子怎么样？快跟我去医院。去什么医院？我们就在这儿。嫂子，你没事儿？我有事儿，你全家有事儿，我都不会有事儿。哥，你骗我！你谁是你哥？这里呀，没有你，只有你的仇人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还想去哪儿？救命！救命！哎呀，别弄香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你问我们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去死！我爸可是镇国战神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骗我？战神殿就根本没有战神。任平，你还真是演戏演上瘾了啊！都是你们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，现在让我们成为了整个江城的笑柄。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上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！喂，陈平在我手上，不想他3分钟内滨江仓库。什么？你是谁？哥，救命！你来！平平，你敢动他一个？韩某，我。小妞真不错，我想玩玩。哥哥，小心！陈安，你不是人！吴清泽，再动一下就一下，杀了他！哥哥，你快走，你别管我！放开平平，有什么冲我来！哎呦，现在还英雄救美呢，可惜呀，今天没这个机会，让我打。哥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反抗啊！天王，哎，你现在连道边的一条野狗都不如，为什么？拿过来！狗哥，活该！你他妈就活该！你还他妈什么东西啊！往死里打！住手！住手！爸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义父，老东西，站那别动，不然老子就用你闺女的鲜血洗澡！别动我女儿！陈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能回来，我饶你最后一次。
你们都死到临头了，那给我机会，呸！执迷不悟，对你妹妹做出如此畜生行径，别说一个朝阳，就算天爷来了，也保不住你，收回我！畜生之辈，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么强大，难道这老东西真的是战神啊？不是说战神殿没有战神吗？不知道战神殿里就去一个不留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平平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别再喊我，再也不想见你。别杀我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不会杀你，会打断你身上每一根骨头，像烂泥一样待在监狱里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能。这就是你们生了女儿的代价。爸，饶命！爸，平平受苦惊吓，我们先回去，就等你家人处理一下。好的，义父。平平、星泽，经此大难，死里逃生，你们两个是否愿意见面？愿意。不愿意。其实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顾哥的确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我也很喜欢顾哥。好，那你们就尽快去办婚礼，好让我安心养老啊！爸，你和顾哥的伤，那无妨啊，不是还有徐神医吗？都小事儿。爸，我想在绣花村办婚礼，把帮助过咱们的人都请过来。对，我也要好好感谢他们，多亏了他们照顾义父和平平。好，那就回老家办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今天是我们陈家大喜的日子，所以啊，各位吃好玩好啊！老陈，恭喜恭喜！你这眼睛现在好了，女儿又这么孝顺，女婿又这么优秀，真的是苦尽甘来呀！你说你老赵的福，来坐坐，尽情吃啊！接下来有请两位新人给父亲敬茶。爸，义父，请喝茶。还叫义父？爸。哎。臭小子！李成